来看中华县政府第一办公大楼去43栋路，因为内前的程度无好，已经放列做危楼。县政府要开1亿3000万来补强哦，工期大约是550天，未去影响到办公。也毋过出入的动线是有严格的规定，今仔是头一日，路民众雾煞煞。刚搬进驻县府头前的广场，搭临时的公务所，已经有43栋历史的中华县府第一办公大楼，互中华县建筑师工会鉴定做危楼。10月初一开始做内进补强的工程，第一阶段先甲县府的广场甲地下室部分的停车空间封起来。有民众伫施工的头一日才知影消息，阁有人找无出入口。从哪个地方进去知道吗？不知道欸。不知道怎么进去。哎呀，会留意这个问题啦，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毕竟它也很久了啦，所以可能详细还要再考量一下。大楼自从1978年起好到当伫咧1981年摕到使用执照了后，伫遮办公。不过中华县的人口甲政治经济发展，大楼早就已经无够通好用，有真侪间建议要迁徙，包括溪湖、埔心、八卦山东外环道路附近，甲原成立中华病院的原址等等。不过落尾拢无一个结果。县府行政处表示，内进补强的工程经过2档的设计甲规划，一直到今年才正式动工，总经费1亿3000万。工法是采取RC 外加构件要扩建neu条的方式来进行，按上的时间550日。在建筑的外框用直径的方式，就是我们用扩梁扩柱的方式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可以维持机关里面正常的运作。那因为它整个量体蛮大的，所以我们民众跟同仁跟我们工区、工班、工料会做一个区隔。县府强调，工程拢总分做3个阶段，各局处的办公未受到影响。不过当然，民众甲工班要出入的动线拢会调整，卖搭公告来指引。过程当中若是带来不便甲噪音，就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原来县府头前的广场，因为考虑到工区的安全，所以封起来。民众若要真情抗议，行政处是建议要换去别个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